街坊大家好啊，我係世界通 Apple，想唔想去北疆嘆世界啊？今次 Apple 就推薦一條北疆循環線路，我哋四飛去新疆玩足10日，絕對夠頂啊！呢次呢，我哋喺香港直飛烏魯木齊，重點講多次，香港直飛，香港直飛，我哋特別安排咗雙城內陸機，慳足1600公里車程，慳翻23個鐘，唔使捱長途車，將更多風景留俾大家。新疆最貴係9月，但最靚絕對係6月。博城薰衣草基地，一望無際的紫蘭花海印尼影，一定要去賽里木湖。花海棧道同 S1 超出片，沿住個湖邊行邊嘆世界，超靚嘅風景印尼嘆。跟住我哋去卡拉峻大草原，一望無際，風光壯麗到爆。塔克斯八卦城嘅街景獨特又好影，我哋一路穿越獨庫公路，呢度1年先開幾個月假。仲有北疆最美阿和公路同喀納斯童話秘境，隨手影都係大片。我哋仲安排咗和睦童話小木屋，伴隨陳母蘇醒，特別安排阿勒泰秘境，欣賞天然氧吧華林公園，仲去埋唐布拉、魔鬼城、五彩灘等重點景區，唔好錯過啦！睇完自然奇觀，新疆嘅人文風光，我哋都唔可以錯過。六星街、大巴扎，我哋都有，慢慢感受獨特嘅西域文化，食嘅一樣超豐富。新疆特色美食，樣樣地道好味，北疆靚到講唔晒啊！快啲搵世界通，同我哋一齊暢遊北疆啦！